大家好，今日呢個話題真係不得了，係每一個夠鐘或者即將夠鐘拎長者福利嘅老友，甚至係為人子女嘅，都一定要聽清楚嘅重點。點解咁講？因為而家已經踏入2026年嘅2月份啦，農曆新年剛過，利是拆完，大家都開始望住個政府個荷包，諗緊接下來呢一年，我哋每個月落袋嗰份糧，即係長者生活津貼，到底有咩變化呢？最近我去茶樓飲茶，隔籬台幾位叔叔伯伯嗌到面紅耳赤，爭論緊啲乜？咪就係爭論緊我今日要講嘅3大疑問咯。第一，2026年究竟幾時加人工？加幾多？第二，財爺今年仲會不會咁豪爽，出半糧俾大家？定係庫房水浸眼眉，縮沙唔派？第三，好多人成日問，拎咗長者生活津貼，係咪即係睇醫生唔使錢？點解有人得，有人又唔得？個界線喺邊度？今日我就同大家一次過，由頭到尾，將呢本天書拆開嚟講，保證你聽完之後，唔單止自己清楚，連隔籬鄰舍問你，你都可以做半個專家教返佢轉頭。內容非常豐富，大家揾張舒服嘅凳坐定定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首先，我哋講最實際嘅錢銀問題，何時加薪？大家都要知道，香港嘅社會福利金，包括我哋最關心嘅長者生活津貼，同埋俗稱生果金嘅高齡津貼，其實每年都會有一個調整機制。呢個唔係由邊個官員隨口噏嘅，而係根據一籃子嘅數據，最主要就係睇通脹，即係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。回顧返過去，好似2024年同2025年，雖然經濟環境麻麻地，但係因為物價指數升咗，所以津貼金額都有得加。來到2026年，情況係點呢？根據最新嘅數據分析同埋立法會嘅文件顯示，因為過去一年嘅通脹數據反映物價依然係向上升緊，大家去街市買斤菜，去超市買支油都感覺到啦，個價錢係反唔到轉頭價啦。所以按機制辦事，2026年嘅2月1號起，長者生活津貼係肯定會加嘅。咁加幾多呢？根據目前掌握嘅資料，升幅大約係2.2%左右。你可能會話，2.2%，聽落好似好少喎。小數怕長計啊老友，我哋即場同大家計一計條數。以2025年嘅標準來講，長者生活津貼每個月大約係4250蚊左右。如果加2.2%，即係每個月多咗幾多？大約係90幾蚊，接近100蚊㗎。即係話，由2026年2月1號開始，你每個月收到嘅錢將會由4250變成大約4345蚊左右。記住個數字啦，係4300幾蚊啊。不過大家要留意一點，政府做嘢呢，永遠都有個程序。雖然個生效日期係2月1號，但係通常財委會審批撥款係需要時間嘅。而家係2月份，佢哋可能要等到3月甚至4月先正式拍板通過。咁2月同3月少咗嗰份錢點算？放心，政府唔會食咗你嘅，佢哋會用追補嘅形式發放。即係話，可能你去到4月尾或者5月初收到嗰期糧，會突然間發覺，咦，點解多咗幾百蚊嘅？嗰啲就係2月、3月補返俾你嘅差額啦。所以如果2月份你刷簿見到個數未變，千祈唔好驚，唔使打去社署鬧人住，錢係一定會補返足俾你嘅。講完個金額，順便提一提生果金，即係高齡津貼。如果你係70歲以上，又無申請長生津，只係拎生果金嘅話，同樣都有得加，大約會由1640蚊加到去1675蚊左右。不過我相信睇得我呢條片嘅朋友，大部分都係瞄準長者生活津貼價啦。始終個金額多成2000幾蚊，生活質素都差好遠啦，係咪？好啦，講完底薪，我哋講下花紅，即係大家最期待嘅伴糧、雙糧。以前經濟好嗰陣，政府庫房水浸，
財爺宣讀財政預算案，就好似財神爺派利是咁，出三糧、出雙糧都試過，但係今時唔同往日啦。大家打開報紙或者睇新聞都知，香港政府近年嘅財政赤字都幾嚴峻，賣地收入少咗，各方面開支大咗，庫房個水塘水位低咗好多。喺呢個大環境之下，仲有冇可能派糖呢？好多老友問我，喂，今年2月尾個預算案到底有冇半糧出啊？我同大家坦白分析下個形勢，雖然庫房緊絀，但係政府都明白，基層市民同長者嘅生活壓力係最大嘅，通脹猛如虎，水電煤樣樣加，如果完全唔派糖，民怨會好大。所以雖然大規模派錢機會就微乎其微㗎啦，但係針對弱勢社群嘅一次性紓困措施，即係我哋講嘅出半糧，機會依然係存在嘅，不過就係五波。如果真係有，通常會係點安排呢？按照慣例，財政司司長會喺2月尾宣讀預算案。如果佢宣布有半糧，即係額外發放半個月嘅長者生活津貼金額，以新嘅金額4345蚊嚟計，半個月即係大約2170幾蚊。呢筆錢幾時到手？唔好心急。預算案宣布咗之後，要立法會通過撥款條例草案，通常通過得嚟都要去到5月、6月。所以如果你聽到財爺話派，你都要預計大概要去到2026年嘅6月份左右，先會真正過數入你戶口。所以我俾大家嘅建議係抱住平常心，如果有就當係意外之喜，可以同孫仔孫女去飲餐茶或者買件新衫。如果冇，都唔好太失望，因為長遠來講，政府保得住個長者生活津貼個底薪年年跟通脹加，已經係最重要嘅保障啦。我哋做人最緊要知足常樂，身體健康緊要過嗰2000蚊，係咪咁講先？接下來呢個部分真係重中之重，因為好多老友對於醫療費用豁免呢樣嘢有好大嘅誤解。我經常聽到有街坊話，我拎得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政府養我啦，咁我去公立醫院睇醫生攞藥，應該全部免費㗎嘛？錯，大錯特錯。各位老友，請你記住一個好重要嘅數字，75。喺現行嘅政策之下，單單係拎長者生活津貼，並唔代表你可以自動享有公立醫院醫療費用豁免。個分界線係咁嘅，如果你年滿65歲，合資格拎長者生活津貼，你每個月係有4000幾蚊收。但係如果你去公立醫院急症室、普通科門診或者專科門診，你依然係要俾錢嘅。急症室每次180蚊，門診50蚊，藥費15蚊總，全部照計。咁幾時先免費呢？就係要等你年滿75歲。冇錯，政府個規定好清晰，凡係年滿75歲或以上，而又係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，你先至會自動獲得醫療費用豁免。到時你需要做啲咩手續呢？其實係唔使特別申請嘅。只要你夠75歲，你去睇醫生嗰陣，出示你張身份證，電腦系統一刀就會顯示你係豁免人士，咁你就1毫子都唔使俾，連嗰15蚊藥費都慳返。所以如果你今年先68歲或者72歲，你拎住長生津去睇醫生，記住帶銀包啊，唔好以為唔使俾錢，到時尷尬就唔好啦。不過又唔好咁灰心。雖然未夠75歲冇得全面免費，但我哋仲有醫療券嘛。現時每名合資格嘅長者每年都有2000蚊嘅醫療券金額存入你戶口，累積上限係8000蚊。呢啲錢你可以用嚟睇私家醫生、睇中醫、睇牙醫，甚至去配眼鏡都得。講開配眼鏡，我又要再提提大家，千祈唔好俾人呃。醫療券用嚟配眼鏡係有上限嘅。每2年2000蚊，有啲無良商戶見你有成8000蚊醫療券，就游說你配副幾千蚊嘅眼鏡，話反正政府錢唔用就蝕。大家要精明啲，醫療券係留返嚟救命或者睇病痛用㗎，配眼鏡夠用就得，
唔好一次過燒晒啲錢。另外，如果真係未夠75歲，但係身體又多病痛，經常要覆診，公立醫院啲費用加埋都幾重皮，咁點算？其實係有一個機制叫醫療費用減免機制。如果你真係有經濟困難，你可以揾公立醫院嘅醫務社工幫手，佢哋會評估你嘅家庭入息同資產，如果通過審查，都有機會批出一部分或者全部嘅豁免。不過呢個就要自己主動去申請，唔係自動有嘅。講完三大關注點，我想同大家深入少少，講下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最容易中伏嘅地方——資產審查。雖然2026年個資產限額可能會稍微調高少少，但我哋保守估計，單身人士個資產上限大約都係維持喺40萬零幾千左右，夫婦就係61萬幾左右。好多老友以為我有層樓自住，市值幾百萬，咁咪爆晒煲，唔係咁計。記住，你自住嗰層樓係唔計資產嘅，無論你層樓值300萬定3000萬，只要係你自己住緊，就唔計入資產審查。咁乜嘢計呢？現金、銀行存款、股票、基金、債券、黃金，甚至係人壽保險嘅現金價值，全部都要計。我有個真實個案想分享俾大家聽。有個陳伯，佢好醒目，知道銀行戶口唔可以放太多錢，於是佢就將啲錢提晒出嚟，換成金條，租咗個銀行保險箱擺入去。佢心諗，社署職員鬼知我有個保險箱咩？結果點？申請嗰陣，職員問佢有冇保險箱，佢話冇。後來抽查，或者佢因為其他原因露咗餡，俾人發現咗，後果好嚴重㗎。呢個叫虛報資料，唔單止要嘔反多拎咗嘅津貼出嚟，仲有可能惹上官非，要負法律責任。所以各位老友，誠實最重要。如果你資產真係僅超標少少，例如你有42萬，超咗單身限額少少，咁你可以點做？你可以考慮做啲必須嘅消費，例如屋企裝修下，換下舊電器，或者買個骨灰位，合情合理咁將資產水平降返落嚟安全線，咁先係聰明嘅做法，而唔係去隱瞞。另外，關於聯名戶口都要講講。如果你同個仔有個聯名戶口，入面有100萬，社署計數嗰陣，通常會當係一人一半，即係當你有50萬資產，咁你就爆咗單身嘅40萬限額啦。好多老友話，嗰啲錢係我個仔㗎，只係加我個名方便佢提款咋。對唔住，社署係睇文件嘅，個名有你份，錢就有你份。所以如果你準備申請長生津，最好就係將呢啲聯名戶口分清楚，係仔女嘅錢就轉返去佢哋自己戶口，免得無端端被富戶，搞到申請唔到福利。最後，我要提一個好多候鳥型長者忽略嘅問題，就係離港限制。而家交通方便，好多老友鍾意返內地住，或者去外國探孫。長者生活津貼係有規定，申請人必須要以香港為家。雖然你申請咗之後唔使話日日留喺香港，但係如果你1年之內超過一半時間唔喺香港，或者連續離港超過某個日數，社署係有權暫停你嘅津貼㗎。不過如果你真係打算返大灣區養老，長住廣東或者福建，咁你就唔好申請普通呢個長生津啦，你應該轉去申請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。呢兩個計劃基本上同長生津一樣，每個月都係派4000幾蚊，而且最正係乜？係你唔使返嚟香港，可以直接喺內地養老，錢照收。唯一唔同嘅係，如果你參加咗廣東計劃，你就唔可以同時享有香港嘅免費醫療福利，但係你去內地生活指數低啲，4000幾蚊真係幾好使㗎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。由2026年加人工嘅幅度，講到出半糧嘅機會，再講清楚醫療豁免嘅75歲界線，仲醒埋你資產審查嘅小貼士。我相信大家對於未來呢1年嘅福利安排，個心都定好多啦。總括嚟講
2026年雖然經濟大環境仲係挑戰重重，但係政府對長者嘅基本保障係穩陣嘅，每個月4300幾蚊，加埋如果你夠75歲睇醫生免費，再加上醫療券，只要我哋精打細算，生活都仲係可以過得安穩嘅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到你，或者釐清咗你一啲誤解，麻煩你動動手指，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老友，或者 send 去你個家庭 WhatsApp 群組，等你啲仔女都知多啲，幫手留意下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